现代台语版圣经民数记第8章7卷顶，上主吩咐摩西对阿伦讲：你点灯的时，7卷顶拢着照头前。阿伦就照上主对摩西命令，点灯照光灯台的头前。这灯台拢用金拍，连伊的座甲花嘛安尼，是照上主指示摩西的形体做的。利未人的洁净礼甲奉献礼，上主对摩西讲：你着将利未人对以色列人的中间分别出来，你着安尼甲因洁净，用拄起罪的水浇伫因的身躯，搁甲因用剃头刀剃全身躯的毛，洗衫，安尼洁净家己。后来因着取一只牛公仔，甲超油的幼米粉的素祭。你嘛着另外取一只牛公仔做赎罪祭。你着带利未人来到会幕前，搁聚集以色列全会众。你带利未人来上主面前，互以色列人甲因换手。阿伦着将利未人对以色列人中间分别出来，做特别的礼物献互上主。安尼因才通办理上主的事务。利未人着换手伫遐个牛公仔的头壳顶，你着献一只做赎罪祭，一只做烧化祭，互上主为利未人赎罪。你着互利未人徛伫阿伦甲伊个囝的面前，将因做特别的礼物献互上主。安尼，你将因对以色列人中间分别出来，利未人就归属我。你甲因洁净，献做特别的礼物，对迄时起，因就通入去会幕侍奉。因是以色列人的中间完全献互我的，我互因归属我，代替以色列人所有的头上囝。因为以色列人所有头上生的人，也是前生，拢是我的。我伫埃及拍死因一切头上生的迄日，已经将以色列人分别做成归属我。当我经利未人代替以色列所有的头上囝，我对以色列人的中间指派利未人，帮赞阿伦甲伊的后代，伫会幕内为着以色列人侍奉。搁为因赎罪，才免以色列人因为我郡圣所有灾会临到因。摩西、阿伦甲以色列人全会众就对利未人安尼做。上主对摩西所讲关系利未人的命令，以色列人拢照安尼做。利未人就洁净家己，洗因的衫。阿伦将因做特别的礼物献互上主，搁为因赎罪，甲因洁净。然后利未人入去，受阿伦甲伊的囝的指导，伫会幕侍奉。上主对摩西所讲关系利未人的命令，以色列人拢照安尼做。上主对摩西讲。下面是关系利未人的规定，因20岁以上就来会幕侍奉，到50岁就退休。退休了后，通伫会幕协助因的兄弟办理事务，毋免搁负责工作。关系利未人的规定，你着照安尼办理。